好，我哋咧就做呢個格仔餅帽，咁咧就方格帽啦，有正式噶啦，同埋你可以間色添。咁我就試下間色，咁你哋一陣間易睇啲啦，好嘛？咁我哋就開始先。咁咧做嘅時候咧，就由呢個帽邊開始嘅。咁我哋帽邊咧就係咁樣。做咗呢一個起6針，然後咧就做後單起6針後單邊嘅短針咁樣，就做78行嘅。OK， 咁咧就我做一次俾你睇先。咁咧我就會用2支針嘅。咁我呢個咧係 Aran 冷嚟嘅，即係 Aldi 呢一隻粗少少嘅冷 Aran 冷嚟，即係比 DK 冷粗少少嘅。咁做帽就響英國着咧就會好啲咯，冇咁單薄啦 ，OK， 又唔會話太厚咁。我哋咧就用7號針，即係4mm，就起6個鎖針，咁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咧，我呢一個咧，你可以譬如話你想緊啲咧，你就用拉拔咯，拉拔後單邊。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就唔使做到咁辛苦啦嚇。而家就唔係幾睇到。咁我就做後單邊嘅短針嚇。咁啊起6針啦，然後咧就一個立起針，然之後咧就。呢一針立起針嚟㗎啦，咁啊響後邊呢一針，我咧就鎖2條嘅，就攞下邊呢條，咁咧就做6個短針，一個，好，我攞呢一條嘅，嚇，第一行你係咁樣做啦，我就覺得結實啲啦，嚇，我習慣係咁啦。咁有啲咧就做女生嘅，你就可以嘅，女生即係第3條啦，即係後邊呢一粒的。變一滴，我又覺得唔使咁辛苦啦，都係效果差唔多啫咁樣。咁我就係做鎖2條啦，5針。好啦，最後呢一針就6針。咁而我自己織咧，我就會將佢要織埋佢嘅，但係我就俾你哋睇，我就留翻條尾，就知道呢一邊係即係起針嚟嘅。OK， 咁啊6針噶啦。咁啊做完啦，做完之後咧，你又係啦，一定要做立起針，然後翻轉頭，咁咧就係啦，攞後單邊嚇邊仔2條，咁啊攞後邊呢一條 ，OK， 攞後邊呢一條，攞呢一條，就唔係攞2條嚇，後單邊離開自己嘅，咁啊1後單邊2。3、4， 4。咁咧，如果佢阻住你咧，你就攞個結咧，攞個結咧結一結個尾度，墜住佢，佢就唔會反起遮住你噶啦嚇。咁好啦，一樣啦嗱，你條邊仔，攞後邊呢條 ，OK， 後邊呢條。好啦，去到最尾啦，數一數啦嚇，咁係1、2、3、4、5啦。咁如果驚咧，你就要落個記號扣啦，落個記號扣自己，即係如果唔係好 sure 嘅，就落個記號扣喺第一針嗰度 ，OK， 第一針度。咁就落個記號扣第一針，好啦，咁啊OK， 1、2、3、4、5，最後嗰針咧我就唔做後單邊，我就做鎖晒正常嘅2條邊仔，佢又縮咗落去㗎，我就會撥一撥佢嘅，咁啊2條，咁我個邊咧就會結實啲㗎啦，個邊就會結實啲嘅，嚇，咁個邊會結實，呢個黑掹掹睇唔到係嘛？咁呢個邊咧係會結啲嘅嚇，上去嗰啲邊你就易揾啲嘅。咁總之咧，最尾個針咧你就做正常嘅2條正常邊仔，又係啦 ，OK。咁啊6針做完咧，又係啦，做一個立起針反轉嚟，咁又係啦後單邊1、
2、3、4 ，OK， 5。正話第一針嗰度我冇篤嚇，咁你哋自己記住篤翻嚇，篤翻呢度。咁好啦，揾翻呢度啦。咁啊篤咗呢度咯喎，咁我哋就你認得就拆咗佢啦，唔認得就篤咗先拆啦嚇。咁我認得嘅，咁又係啦，記住啦，最尾嗰針咧我篤正常邊際，即係兩條篤晒佢嘅，咁個邊就會緊啲噶啦，就唔會有個窿咁啊，越大越闊嘅。咁我呢度會緊啲 ，OK。咁你如果唔認得嘅，你就記住做完第一針咧，你就篤住第一針喺個幾號扣嗰度。咁你就盡量用啲鮮色少少噶啦嚇，深色就難睇啲嘅對新手。咁如果你有經驗嘅冇所謂啦，自己襯色啦 ，OK。咁好啦，做完記住立起針反轉，係啦，我做多一行嚇嗱，後單邊 BLO 嚇，英文叫 BLO。有時你睇 pattern 你見到 BLO 咧，就即係後單邊。OK。好啦，咁啊一路數針啦嚇，6針好易嘅啫。咁啊認得嘅就拆咗佢，唔認得就篤咗先，篤晒兩條邊際，正常嘅邊際 ，OK， 篤晒，見唔見到？咁啊好啦，最後一針又係啦，記住立起針翻過嚟，第一針就後單邊 ，OK， 做完啦就係啦咁樣，放翻個記號扣。OK， 幾號扣，咁就係啦，一路咁樣後單邊6針，78行 ，OK。我嘅 tension 係78行啦，咁咧就有啲會鬆會緊嘅，咁你自己咧就度一度你自己個頭圍，你做好咗差唔多之後，咁你啱啱圍到你自己個頭圍啦，咁你就停啦 ，OK。咁但係最緊要我呢個花咧係3針一個花嘅。咁你就係度到呢個頭圍之後咧，嗰個總數咧要除得盡3嘅。如果即係爭啲嘅，你咪加1針或者減1針就冇乜所謂嘅。OK， 咁好啦，你哋自己繼續做到咧，好似我呢個咁樣78針，做78針，不78行 ，sorry 嚇，咁就翻嚟 OK。咁好啦，就翻嚟啦，我就用咗呢個黑色，因為之前勾落啦，剩翻啲頭尾咁樣。咁點樣數咧？點樣數咧？嗱，佢係咁樣粒粒突突嘅，粒粒突突咁樣。OK，咁咧就開始嘅時候咧就梗係呢一行啦，或者你睇腳啦，短針嘅腳都係 V 噶啦。如果唔係咧就好易睇，因為我哋做後單邊啊嘛。咁你咧就第一行咧就係呢一個嚟嘅嚇，呢個線頭咧喺你左手邊，咁你就呢度係面咯。咁好啦，一針呢個凸起啊，唔係一行凸起啊，第2行凹落去嘅，又一行，見唔見到？就一行 ，OK， 2行 ，OK， 咁我咧就慣咗數啦，你就數凸噶啦 ，OK， 要數凸嘅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0、20、22、24、26、28、30、32、34、36、38、40、42、44、46、48、50、52、54、56、58、60、62、64、66、68、70、72、74、76、78 ，OK， 76係呢度嘅凸嘅，咁呢度凹咗落去嘅都有呢一行，因為我哋做後單邊啊嘛，佢咪凹咗落去咯，咁咪76、77、78 ，OK， 咁就係噶啦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就點樣做咧？然後咧就將佢咧並埋佢，用拉拔鎖針去做嘅。咁我就唔係全部拉拔嘅，因為你全部拉拔咧，有時你緊咗咧，佢會咁樣縮咗埋去唔靚嘅。我就會拉拔，然後攞個鎖針緩一緩衝佢，咁佢咧就唔會咁樣縮咗入去嘅。咁我哋就揾翻啦。我想咧做嘅時候咧就係向呢一邊嘅，咁你就咁樣 OK， 咁樣向呢一邊，咁你嗱黐完之後咧，你就係向咁樣做，
咁你呢個咧就係凸位嚟嘅 ，OK？ 咁或者咧你就睇呢一個線尾喺你並埋咗之後 ，OK？ 並埋咗之後咁樣嚇，你自己印啦 ，OK？ 唔好打轉嚇。咁咧我哋就將佢合併啦。點樣合併咧？黑色難睇啲，大家即係忍耐下。咁咧我哋就照係用翻7號針呵。咁你點樣合併咧？我就話咁樣噶嘛，係佢喺前邊噶。咁點做啊？我就喺呢一度咧，就揾翻呢一塊嘅第一針 ，OK？ 揾翻佢嘅第一針嚇，你好易啊，數翻針咪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一針篤落去，佢得翻一條嘅啫，你好易揾嘅，因為我正話開始咪話織2條嘅，佢得翻一條好易揾。咁你咧就攞呢個 loop 出嚟，穿翻過嚟呢個第一針 ，OK？ 做 patchwork 都係咁做噶啦。咁我哋攞翻實佢，然後咧做一個立起針。好，咁然後去第二針呢度落，然後咧去翻後邊呢度，去翻後邊呢度攞第二針。我咧就攞後邊呢針，又係後單邊嚇，攞後單邊。你攞2條都得嘅，冇所謂嘅。咁啊拉拔 ，OK？ 鎖針，好啦，第3針又係咁啦，好易揾嘅，剩翻一條，然後攞呢邊嘅第3針嘅後單邊攞過嚟拉拔鎖針 ，OK？ 第4針啦，咁啊攞翻呢邊嘅後單邊 ，OK？ 拉拔鎖針，好啦，第5針又係啦，剩翻一條，好易揾嘅啫。咁啊攞翻呢邊啦，攞呢個後單邊 ，OK？ 黑色係難睇啲嘅，不過我剩翻呢個色用埋佢咁樣，好啦，好鎖針到第6針啦，一樣啦，即係就攞翻一條嘅啫，剩翻一條，然後咧攞翻呢一個，咁咧就我就攞全條啦，攞全條緊啲啊，好，咁我哋就拉拔 ，OK？ 咁啊一個立起針啦，咁啊呢個係底嚟噶咯喎，呢個就係底啦，咁我哋咁樣，咁呢個就係面啦 ，OK？ 咁啊整翻面啦 ，OK？ 咁樣樣嘅，你出咗嚟個效果係咁樣嘅。好，咁啊呢度有條線，一間我哋一路織一路整翻佢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咧就要行一行長針啦。咁咧就照計咧就行中長針嘅，但係我驚你哋辛苦咧，一陣間做魚鈎針嗰陣時咧難篤啲。咁我哋做長針就你會舒服啲啦嚇，就容易做啲，冇乜所謂，冇乜唔太大分別嘅啫。咁啊嗱，你一個立起針啦，我做兩個立起針，但係咧我唔計針嘅呢個，唔計嘅。好，咁啊篤翻落去正話自己哋拉最後呢一針嗰度啦，呢一針。咁我哋就一行一針，一行一針就係會78針啦。OK， 咁咧我就點樣計咧？嗱，你咪見到一個凸起嘅，一個凹落去嘅，一個凸起，一個凹落去嘅。咁咧你就做係啦，咁你篤落去啦，然後拉條線過嚟啦，咁我織埋佢嚇，做長針一針。好啦，呢個凸嘅咯喎，咁啊到下邊呢度凹嘅咯，咁啊2針。好啦，到呢度凸嘅啦，就篤落去凸嘅。好，到下跟住啦，呢個凹嘅，凹落去嘅，好易篤嘅咋，你篤落去就係個窿嘅啦。好，跟住凸嘅。OK，你個心啊記住凸嘅、凹嘅。凸嘅 ，OK， 凸嘅 ，OK， 凹嘅，凸嘅，凹嘅。咁如是者咧，你就會有78針噶啦，因為78行你就78針 ，OK。咁去到尾再翻嚟啊。好，咁咧就做完78個長針噶啦，咁咧就你自己數針啦，咁係數78咁樣樣嚇，
數邊仔又得，數腳又得。長針咧，我多數數腳嘅，易數啲啦，係嘛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、24、26、29、30、32、34、36、38、44、24、44、46、48、55、52、54、56、58、60、62、64、66、68、70、72、74、76、78 ，OK， 咁就78㗎啦。你就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凸嘅凹嘅，凸嘅凹嘅，咁樣就係會係即係就會啱數㗎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就篤，我咪講咗正話係立起針呢兩個鎖針，我哋唔計㗎嘛。咁咧就係呢個第一個長針嘅邊際，睇翻後邊嘅邊際嚇，就唔係前邊呢個邊際。咁啊篤落去，然後咧我就做拉拔 ，OK， 拉拔咗先。咁咧我咧就會係，我就中意即係揼揼框咧，我就中意用我自己呢個方法做換色嘅。咁我就中意喺呢度咁樣已經駁埋咗個色，即係一個 connection 連咗落去，就唔會有第二個色泵咗喺呢一度咯。咁我就會因為一個色啦，所以我就會咁樣做嘅。OK， 咁好啦。咁我做咗呢一行啦，然後咧我就會換第二個色啦。你覺得麻煩咧就唔使換嘅，唔使換嘅。不過咧我整咗咧就等你哋易睇啲，即係易睇啲啲花紋咁樣樣。咁我就換個白色啦。咁好啦，就係一樣啦。你就響翻第一針呢一度，即係話你咪做咗拉拔嘅，係呢一針啦。咁我就照篤落去先。咁我就攞呢條線出嚟，攞個新色出嚟。你用咩方法攞都得噶啦嚇，我用呢個方法嚇。咁咧就係啦，又係啦，做兩個鎖針立起針嚟嘅。咁咧我就唔計針嘅 ，OK。咁然後啦，好啦，我就起花咯喎。咁呢個係第一針嚟噶嘛，我就要做後魚鈎啦，翹咗佢後邊嘅長針魚鈎針嚇。咁啊呢條呢個柱啦，咁我喺後邊支針喺後邊咁樣出嚟 ，sorry 嚇，好支針喺後邊出嚟，咁啊翹住呢條柱 ，OK， 咁咧喺後邊攞條線 ，OK， 咁啊係三個碌咯，好似勾長針咁樣勾啦，3變2。2變1 ，OK。如是者咧，我哋做兩個勾兩個 ，OK。咁啊係長針咁做法㗎，但係問題佢落針咧，我就唔落邊仔㗎嘛，我翹柱啦。咁我喺後邊翹嘅叫做後長針魚鈎咁啊啦，翹咗落嚟，後邊攞呢條線出嚟 ，OK。咁咪3個 loop 啦，咁咪3變2， 2變1 ，OK。好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就兩個後，第一行係兩個後魚鈎，然後咧到第三針啦，記住喎，呢個勾咗，呢個勾咗，就係呢一個噶咯喎。我呢一個咧就唔勾佢啦，就做普通長針，篤邊仔，正常邊仔兩條 ，OK， 長針，好啦，咁就已經係一個格噶啦 ，OK， 咁然後跟住咧又係啦，兩個後長針魚鈎。一個普通長針就係完成咗呢一行嘅 ，OK， 咁嗱，我做多一次俾你睇，翹針翹啷下，好啦，就翹住喺後邊落，咁樣支針咁樣 ，OK， 落咗後邊喺後邊攞條線，好似做長針咁樣，3變2， 2變1，好啦，一條咯喎，到第二條啦，第二個啦，翹落去 ，OK。後邊攞條線出嚟，咁咪3變2， 2變1，咁啊兩個咯喎，見到兩個勾住咗咯喎，好啦，咁然後咧我哋跟住啦，就第三個啦，就係呢一個長針嘅呢條邊仔啦 ，OK， 我就做一個普通長針啦。如是者去到尾下，我做多一次俾大家睇，好啦，咁啊呢個做咗咯喎，即係呢條咯喎，勾後邊 ，OK。後邊攞條線框住嗰條柱嘅嚇 ，OK， 咁好啦，3變2， 2變1，再做多一條兩條嘅後邊攞線出嚟
3變2，2變1 ，OK， 好啦，勾咗2個啦，然後第3個長針 ，OK 得唔得？就係咁樣啦，咁啊一路又去到尾再翻嚟 ，OK， 行咗翻嚟啦，好啦，正話唔記得咗咧，叫你哋咧起花嗰陣時咧，即係呢一行做78個長針呢度咧就要換8號針啦 ，sorry 嚇，就要換8號針5mm 呢個針啦，咁嗰個帽咧就會戴起上嚟個頭咧就會即係有啲型啲咯，就唔會唔會話即係咁貼個頭啊咁樣咯嗬。咁就sorry 嚇，咁如果真係冇換到嘅就well 咁繼續啦。如果唔係就可以即係唔係好多就換咗佢咯。OK，sorry。咁我哋就做完呢一個起花呢一個白色啦，好啦，剩翻3針嘅，咁啊嗱，係啦，做後嘅魚鈎長針一個，好啦，做埋呢個最尾呢一個花啦。好，咁啊，最後剩翻呢一針嘅就係長針 ，OK。做完之後咧，咁就呢個黑色擺翻喺後邊嚇。然之後咧就係揾翻啦，第一針啦，呢個第一針嚇，呢個係我正話立起針唔計針嘅，第一個魚鈎長針係呢一個 ，OK。咁就係做拉拔 ，OK。咁咧做拉拔嗰陣時咧，我就做拉拔，我就會將呢個黑色擺翻上嚟，將佢帶翻上去，就唔使咧一陣間喺個底嗰度咧，佢太過大嘅 loop 咧就又唔係咁靚咯。咁你就每一行咧，你就將其他嘅色咧帶翻上嚟，然後咧做拉拔，咁咧佢就會好似後邊咁樣啦。呢個黑色就會咁樣帶咗上去嘅。就唔會話一個大 loop 咁樣啦 ，OK？ 每行都係咁做啦。如果我講漏咗嘅，你哋就自己做翻。好啦，咁啊第一行呢一行咯喎，今日我哋再白色每個色做2行嚇，咁一樣啦，就係2個鎖針立起針。好啦，今次咧我哋就點做咧？原本呢2個係魚鈎針嚟噶嘛，我哋就唔做魚鈎，做普通長針，普通長針 ，OK。一個好啦，第2個普通長針，好啦，原本呢個係普通長針嚟噶嘛，我哋今次咧就要做前魚鈎啦，前魚鈎長針，前魚鈎長針咪一樣啦，翹個腳，翹佢條柱嘅，咁今次咧前咧，我哋就響上邊落針，就唔係後邊落針啦，前魚鈎我哋就呢度落針 ，OK。落針又係啦，咁樣啦，好似做翻長針嗰個方法咁。不過我哋就翹住條柱嘅啫。咁好啦，呢個格仔花呢一個第一個花就已經係成型啦。如此類推之後都係咁樣啦。正常2個長針，然後一個前魚鈎長針咁樣啦，就會完成到呢一行嘅。你睇我做長針。第2個又係啦，長針，好啦，到呢個第3個呢個普通長針啊，我哋咧就做前魚鈎喺前邊上邊落針，翹住條柱嚇，翹住條柱，咁咧就拉條線過嚟做長針 ，OK， 好啦，跟住啦嗱，好簡單，好易睇嘅，2個魚鈎就變普通長針。普通長針做前魚鈎 ，OK， 2個魚鈎長針 ，OK， 普通長針前魚鈎 ，OK， 長針係啦，2個 ，OK， 好易記嘅啫啦。咁呢個係前普通長針前魚鈎 ，OK， 咁樣做去到尾 ，OK。OK， 咁啊去到最尾啦，我哋做埋最尾嗰一格，係啦嗱，魚鈎變普通長針，
普通長針前魚鈎。OK， 揾翻第一針做拉拔。OK， 咁好啦，拉拔咗之後咧，我哋就再做下一個格仔啦。咁咧我就咁樣換線嘅，咁我將佢 connect 到，唔會有嘢崩咗。咁咧就呢個 Aldi 嘅 Aran 啦咧，你都可以用7號針嘅，冇問題嘅。不過我就想佢 slouch 啲啦 ，slouch 啲。好啦，咁其實咧呢個基本上已經呢個花呢個格仔花咧已經搞掂咗噶啦，即係第一組嘅。咁之後咧就可以換色啦，譬如你可以換啡色啊，或者繼續黑色啊咁樣。我哋試下換第二個啡色先啦。咁啊一樣啦，喺呢度攞翻呢一個呢啲其他色擺喺後邊啦，唔好理佢住啦。咁又係啦，攞佢出嚟就拉條線。好啦，我哋做2個鎖針，1個、2個 ，OK。好啦，咁啊一樣啦，記唔記得啊？呢個係2個普通長針啊嘛，我哋就做後魚鈎啦，後邊落針嚇，後邊落針，翹住佢，喺後邊攞線 ，OK。咁啊做翻普通長針，好，呢度一條，第二條啦，又係啦，後邊攞線，翹住佢 ，OK， 喺後邊落針。咁樣啦，後邊攞線，普通長針。好啦，咁呢個之前咪係前魚鈎嘅普通長針，就係咁樣形成噶啦。OK，咁呢個花就係2行3針一個花嘅嚇。咁啊再做多次嚇，普通長針就變後魚鈎。OK，前魚鈎變普通長針 ，OK， 2個後魚鈎就變2個普通長針就變後魚鈎。好，魚鈎變普通 ，OK， 普通變後魚鈎。魚鈎變普通 ，OK， 普通變後魚鈎，咁樣記啦，識睇就冇問題 ，OK， 好啦，前魚鈎變普通，就係咁樣起花噶啦，普通變後魚鈎，前魚鈎變普通。OK， 如是者咁樣去到尾，再翻嚟啊！好，翻嚟啦，剩翻一個格，我哋完成埋佢嚇。OK， 普通嘅變後魚鈎，2個，好易記係咪啊？魚鈎變普通 ，OK， 好啦，然後咧我哋就揾翻第一針拉拔 ，OK， 第一針拉拔。咁我又係習慣咧，將佢哋擺晒上嚟嘅，因為帶佢上去個 loop 後邊個 loop 就冇咁肉酸啦。即係等佢短啲嗰個接嗰個就睇唔到嘅，你撥翻去後邊，然後先至再做2個鎖針，因為每個格我哋有3針2行先至為之一個花。OK， 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做，記唔記得啊？每一格嘅第2行就係啦，記唔記得？我哋就係魚鈎變普通係咪？記唔記得？嗱，記住兩個鎖針嚟嘅針，魚鈎變普通，好啦，2個普通，好啦，普通變前魚鈎，好啦，魚鈎變普通2個，
好啦，前普通唔係普通變前魚鈎，好啦，就係咁啦，兩個後鈎後魚鈎就變普通，好啦，普通變前魚鈎。OK， 魚鈎變普通，好啦，普通變前魚鈎。OK， 魚鈎變普通，好簡單㗎。嚇，你換色又得，唔換色又得。普通變前魚鈎。OK， 就係咁樣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咁咧你就一路咧就係勾啦，勾到你數格嚇，由呢一格開始數啦，數6格半 ，OK， 6格半，6格半咩意思咧？我咪2行1格嘅，咁你就6格嘅另外零舍舍第7格嘅第1行 ，OK， 1、2咁樣為之1格2格，我就做6格嘅1行。就翻嚟 ，OK， 咁咧就示範點樣係收針啦。咁呢條片太長，我下一條片就係示範收針同埋點樣一路即係收到去個頂嗰度 ，OK， 好，下一條片見啦，加油 ，enjoy。